感覺我嚟到聖地亞哥朝聖之路。今日唔記得咗拍開場。韓國濟州牛來小路第16日，今日行路段1同埋2。喺成山港碼頭同埋成山日出峰中間有一間酒店，有幾個大型嘅打卡點。第一個係天國的階梯，第二個係天國的千秋。望落去好危險，所以我都唔係太敢揈。路段1仲有一樣我好期待嘅打卡點，喺2022年濟州牛來之路同埋西班牙朝聖之路結締為姊妹步道，所以會有朝聖之路嘅專屬路碑坐立喺成山日出峰嘅對岸，面向成山日出峰。我哋終於嚟到呢個朝聖之路嘅里程碑。見到路標好有親切感，令我回憶起當年行朝聖之路嘅點滴，似唔似喺月球表面行緊？徒步路線會經過附近嘅5日市場，意思係每隔5日先會開放嘅市集，一般係5號、10號開放嘅。而今日係14號，仲諗住同呢個市集無緣，點知呢個市場係開逢4號同9號，所以擇日不如撞日，我就入去閒逛下啦。不過老實講，其實冇乜特別，就係一個大型嘅乾濕貨市場，同普通嘅街市冇乜分別。再向上走就會到達有蓋章點嘅大水山山頂，山頂可以飽覽牛島同埋成山日出峰嘅風景，值得坐低慢慢欣賞。嚟到最後一個景點婚姻池，相傳濟州嘅3聖神話裏邊，高良夫3個神人同一時間喺呢個婚姻池裏邊舉行婚禮，迎娶碧浪國嘅3位公主，所以好多韓國情侶會過嚟祈福或者影婚紗相。所以我都轉咗婚姻池一圈，沾一沾靈氣，希望可以娶到3個老婆。一定會有人話我發夢發飽佢，而依餐嘅中午飯先真係飽到上心口。